真正高級好睇嘅笑容，從嚟唔係牙齒越扮越好，關鍵係好睇嘅笑算。안녕하세요. 신촌사는 교정의사 배우리라고 합니다. 喺韓國做美學矯正，我們一直認為牙齒整齊係最低嘅標準，能不能設計出患者適配嘅微笑曲線，先係區分普通矯正同高級美學矯正嘅關鍵。咩係笑線呢？指嘅係我哋從正面嚟睇，微笑時前牙嘅咬合面，從左到右嘅就係自然嘅弧度，即係我哋講嘅微笑曲線。根據牙齒同牙齦嘅暴露情況，我哋可以分為高位笑線、中位笑線、低位笑線。我哋韓式笑算嘅三大特徵係咩呢？第一個優點係中位笑算，也係最好睇嘅笑算。微笑嘅時候，牙冠露出75%到100%嘅狀態，牙齦暴露啦，顏值控制係2毫米以內，咁樣笑起身最自然最好睇。第二個呢，把控夾囊比例，兩側留白3-4毫米嘅空間係最自然最好睇嘅。如果留白太多嘅話，笑起身就會乾癟；留白太少嘅話，就會包滿牙，睇起身都係牙齒嘅感覺，符合天然牙嘅自然弧度。正常來講就係門牙第1號牙和第2號牙嘅距離高度差距0.5毫米，按照每個牙齒嘅高低落差排列，牙齒嘅切面平衡下唇嘅輪廓，咁樣笑起身更加自然移動。所以我們喺設計矯正方案嘅時候，一定會根據患者嘅面型設計適配嘅微笑線，咁樣出嚟嘅效果更好一些。想通過矯正改善微笑酸嘅朋友們，評論區發你嘅周圍片同牙齒嘅照片，我用韓式嘅正畸美學幫你評估。